為咗要探究一下半冬來高收益同埋幸福嘅企業嘅根基，我就同咗我嘅團隊一齊去咗河南嘅許昌半冬來，開展咗一場創造持續高收益嘅幸福企業為主題嘅標杆研究活動。呢次呢，我哋就集中研究下稻盛經濟哲學咧同半冬來嘅文化嘅深度融合，通過我哋嘅實地探訪啦、講師嘅分享同埋經商嘅研討，探究一下咧企業點樣可以將呢一個文化嘅理念咧轉為可持續嘅高收益成果。佢哋為企業家們咧提供咗一啲從理論到落地嘅系統啟示啊！我哋深入理解咗半冬來咧係點樣透過佢哋嘅制度設計，將佢哋嘅經營哲學落地，而無理由退貨、極致服務標準等嘅措施咧，就將客戶嘅價值轉化為長期復購同埋口碑嘅傳播。每一個細節都係回應顧客需要啲乜，寵物嘅寄存區啦，同埋飲水嘅設施添。從賣產品到幫顧客解決問題，佢亦都為咗唔識煮嘢嘅顧客咧提供一啲食材配搭嘅方案啦，仲要公開埋佢自己啲供應商嘅信息，歡迎同行嚟學習，打破咗傳統商業嘅零和博弈啊！稻盛先生提出嘅追求全體員工物質同埋精神嘅雙重幸福，通過員工高薪高福利、星期二嘅閉店保障休息制度，將員工嘅幸福感咧視為佢哋經營嘅根基。半冬來咧用咗30年嘅時間，詮釋咗乜嘢叫做以真心換真心。商業嘅本質咧唔係計算人，而係要贏得人心。正正係用呢個愛贏到咗全國各地嘅網友一致好評。咁樣嘅話，你又願唔願意做你自己行業嘅半冬來呢？